喺02年嘅時候，香港咧遇着呢個金融風暴，03年咧仲更加有沙士。喺嗰個時候咧，好多人都失業。據知當時嚟講有好多大學生，佢哋都要做清潔嘅工作。當時飲福就諗到喺社會裏邊咧，有好多弱勢群體咧，佢哋揾工作係比較困難嘅。特別係一啲譬如精神病康復者啦，又或者係一啲更生人士啦，戒咗毒嘅朋友啦，佢哋都冇信心、冇自信心咧去見工。所以飲食有方團契咧就成立咗呢個五餅二魚咧，成為佢哋第一份嘅工作。五餅二魚美食料理係一個非牟利團體，係一個社企。我哋主要幫助一啲弱勢群體重新就業。感謝神！喺02年開始到而家，我哋嘅業務不斷嘅上升，由開始幾百尺嘅地鋪，發展到今日我哋一個5000尺嘅工場。我帶大家一齊去參觀下。為咗清潔、環保、減少噪音嘅緣故，我哋呢個廚房全部採用電子嘅爐具，有電子嘅炒爐啦、電蒸櫃，仲有煲湯用嘅我哋俗稱矮仔爐、扒爐、炸爐、面火爐同埋焗爐，仲有一個新式嘅光波燒臘爐，而且仲有獨立嘅冷盤房啦、菜房啦，同埋高低溫嘅肉食房。為咗優化我哋嘅服務，我哋製作咗一個電腦入單系統，由客人喺網上訂購到製作呢個報價單同埋呢個食物製作表，一應俱全。首先，客人可以喺網上邊訂購我哋嘅食物，系統就會通知同事有新嘅訂單啦。然後電腦會自動製作呢個報價單。當收到客人訂單確認嘅時候，同事就會喺電腦裏邊自動製作送貨單、收據、俾廚房同事嘅工作表等。不單係製作食物同接單，我哋連處理餐具同樣係認真嘅。為咗方便同埋衛生嘅緣故，我哋會預先將餐具整齊包好。我哋嘅目標就係希望客人收到食物嘅時候會感覺到衛生乾淨。我哋更加建議客人將放置食物嘅紙箱可以自行製作成為一個廢紙箱，咁樣就會更加環保啦。